我讲过嘛，上天总有这个安排路给我们走嘛，所以不必在乎什么时候哪个日期，上天有路给我们走，我们就走。院长这礼拜是不是会跟郭台铭见面呢？刚刚见面过不久，所以这个礼拜还没有约。有大概聊了些什么？当然各方面都可以聊嘛，因为我传出说现在是郭台铭跟吕学弟要来推柯文哲出来选2020，有这样的有聊到这个内容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所以你觉得不可能是说现在可以3个人你们继续合作的方向是没有变的？应该可以说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嘛，就是希望一起来发挥我们中道的力量，那么让我们国家安全、社会安定，经济能够发展，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在共同努力。院长柯哲说，你跟郭董都有找他来担任你的副手这件事情。你说？他说你跟郭董都有问他要不要来担任副手。我讲过几次了，在问这个问题，我说没有啦，那么清楚的，那向社会各界报告了，说没有这回事了。那你会想要当郭董的副手？这个都是假设性的没有这回事院长，那你跟郭董谈好说谁要选总统了吗？现在这个还不必谈到这样子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答案出来。院长，柯郭王，就你们3个人觉得怎样的搭配是最强？怎么组合最强？不清楚的，你们建议看看吧。那说郭王或是柯王，还是王郭或王柯？没有答案的啦，好。那院长，因为昨天的时候，韩国瑜他有提到说，就是大家觉得说是不是郭柯王3个人在折磨他？结果他的回应是说，他们3个人互相折磨。这个要互相勉励，互相祝福，没有折磨的事情。所以你觉得不会有。那有什么话是可以形容你们3个人现在的关系？大家尽量在融合彼此间的理念，那希望建构出一个为整个中华民国好，为台湾好，为人民好的一个理想的总目标出来。这个理念会在会准备在2020的时候有作为。那大家有既定的理念的话呢，当然就可以一起努力去达成这个目标嘛。院长昨天接下圣旨，昨天好像有参加一个活动，有接圣旨。那个活动，这个谁也不知道谁要做什么事当场总是一种尊重，不必去在乎他那是事先谁也不知道谁要做什么动作，事先都不知道的所以那个是等于一种意外，我们不以为意院长，难道县长林明珍说如果不合作就要退党，有回应吗？我说这个是假设性的议题我们不予回应。好，院长，3个人觉得最后期限应该什么时候？因为19、6、17号剩下不到1个月就要结束。我讲过嘛，上天总有这个安排路给我们走嘛，所以不必在乎什么时候哪个日期，上天有路给我们走，我们就走。院长，因为刚刚郭办这边他们是说本周会有这个已经有站牌的见面行程，你这边有收到消息吗？现在有这些消息，还是以郭办为主。所以院长会在关公面前谈未来的局势吗？这个再说嘛，再说，应该有这个机会，好吧我们大家都敬重关公，都是崇信关公，所以彼此间都有这个关公弟子的兄弟情谊，这个最重要。
我们以前讲过，彼此间都信守诺言，那呢仁义礼智信这个5点都一定要做到，这才是真正的关公精神。所以我们都要奉行。院长，因为这个侯友宜他说他没有要接韩国瑜的这个新北市计程车的主委，那他现在被韩粉大骂，那你们要帮他加油打气，还是你觉得说他应该要来支持韩国瑜？这个人各有志啦，他是以市政为重，所以我们要尊重他。所以你觉得韩市长也应该以市政为重？我们尊重他嘛，他是以市政为重，所以我们尊重他。他自己人各有志嘛，各自做自己的选择，他的选择，他的决定，我们给予尊重。院长，如果郭台铭跟柯文哲合作，那你觉得你的角色是什么？如果他们搭配？那都是假设性的问题的，我不便回答。好。